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7日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屏东民用工厂火灾瞬间消防员雷进波讲，一个人有2800万的抚恤金。民用公司董事长早起嘛去念香。卫生福利部宣布讲，未来半冬要试办辅导4大超商业者，要求茶米饭、卤两者加工产品都要标示加2个产地，违法相当是罚400万。今年3月初统计，公路客运的业者，计共是提出99条，准备要终止营业路线，是最近10年来上济一届。新闻开始来看，屏东的民用工厂火灾造成9个人死亡，112个人轻重伤，其中有4个消防员殉职。内政部长林佑昌早起去立法院报告，表示讲，殉职的消防员一个人有2800万的抚恤金，卖来协助立中烈士。报告中嘛讲到，屏东县政府消防局要甲民用来做公共危险的场所。民用最近一届的消防安全设备检修的申报是伫去年的11月15。消防署长是表示讲，因为卡手无够，无法度综合检查。内政部嘛罚民用240万，嘛强调讲年底环境部会把工厂的化学品、危险物品等资料交予消防局，消防抢救的时阵都有资料通查。民用工厂大火造成100多个人伤亡，4个消防职员不幸殉职。内政部长林佑昌日前去立法院进行专案报告。每一个殉职的消防人员会当摕到2800万的抚恤金，而且协助入中烈士。报告指出，屏东市工业仓库、屏东县政府消防局并无加入做是公共危险的场所。另外，屏东上尾一届消防安全设备修检的申报是伫去年的11月15，迄当阵无符合规定，有要求改善。立委问讲，10个月以来，敢有去复检？他们厂商回报是有，那消防局委员了解说，我们现在人力的问题。哦，所以是因为人力不足，所以现在还没办法，还确认说去做复检。目前没有嘛？对，已经过了10个月都没有嘛？是。立委不满代志发生到呾，到底是虾米人的责任？政府也无袂清楚。林佑昌背回讲，还佫当地的理清，伊无法度做裁判。针对民用大火，工厂管理确实受到大家的关注。林佑昌提出6大精进措施，包括依法裁罚民用上当240万的罚款。环境部会伫年底，甲工厂的坐票、化学品、甲危险物品基本资料，交予119指挥中心。工厂管理者应该提供相关的资料，嘛要提高亚康者的奖金。第一线的同仁，咱有够可怜啦，你还没有拿到图资，已经爆炸了。你连资讯都没有的状况之下，你教他们如何去行使他们的生命3权的退避权？我们要补助各个县市非直辖市的部分，有这个数位的这个灾防指挥车，因为这样子才有办法让同仁在第一线的时候取得数位的资讯。几个立委关心消防卡手无够的问题，有11个县市的服务人口的比例并无达到标准。林佑昌回应讲，5年来已经新增加3100个消防人力，针对无够的部分，由地方政府编制原额甲预算，中央嘛会给因支持。嘛讲考虑会加开特考，甲考试院讨论考题，提高录取的比例，已经进行下院的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民用工厂火灾死伤严重，屏东县政府嘛发现讲，工厂内底化学品超过管制量的30倍哦。屏东县长周春美昨日是去高雄的中街探望受伤的消防人员，2个人虽然是伤甲真严重，也毋过拢真坚强。目前工厂阁有一个员工失踪，早起消防人员阁大型的机械嘛阁再出动，一边摒扫一边找人。民用公司的董事长早起嘛去向殉职的消防员念香致意。继续保励鼓励烧烫伤病房内底的消防人员，屏东县长周春美到高雄中街慰问伫民用火场受伤的2个消防人员。临死消防员虽然骹手严重烧烫伤，依然对镜头比赞，展现坚强的意志，嘛互太太甲亲友真唔甘。一位是截肢，一位是严重的烧烫伤。那昨天让我很欣慰、很感动的、感谢的就是
我去看他们的时候，他们大概都是非常的意识清楚，意志也很坚强。过往消防罗准如过去伫新竹的同事，27特别路南缅怀同事嘛慰问家属。民用大火造成包括消防总共100几人死伤。民用伊拉表示，51信托是赔偿伤亡的员工，4个过往的消防会另外赔偿。透早民用嘛派人到灵堂向家属回信咧。无不见任何人啊，只是讲当然事后知影讲民养伊的工程安尼迄个公安啊，对迄个差不多这差劲了。真的是要改进的，以后较袂伤亡。家属叮当呼吁民用改进公安，透早火车载机具入去事故现场。民用大火第6天，消防人员继续找最后一个负伤员工的下落。民用继续停工，面对民用欠超量30倍危险物品，经济部表示会甲县府讨论，以后加强联合稽查做伙来把关。记者陈环宇、柯建俊高雄屏东报道。台中市今年的国庆升旗典礼拍算要请消防局的搜救队来领唱国歌，60个消防员来护旗。民政局虽然讲是征求自愿的消防员，也毋过有民代接到基层反弹的申诉。消防员的团体嘛批评讲，安尼做会牺牲救灾的资源，影响到公共安全。屏东工程爆炸造成消防员损失，消防治安佮欠人的问题受到大家关注。不过，台中市民政局23发函予台中市消防局，要求因伫今年国庆升旗典礼，要有60人以上的消防员来做护旗人员，阁要有2架搜救犬出席，事前阁要有演，引起基层的倒弹，民众也感觉无妥当。工作范围是在消防这方面嘛，不应该把他们外派到其他的杂项去。那很多基层消防员呢，就有向我们抱怨非常离谱、非常夸张，根本是浪费消防人力。真的要向消防员致敬呢，应该要来改善消防员人力不足的这个问题。目前台中市消防局的编制人员是1991人，有算人员是1901人。不过到8月底，现有的人员缩减了1775人，消防人口服务比有1比1600遐悬，甲消防署定的标准1比13是差真济。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就批评，台中市府安尼做会牺牲救灾资源和公共安全。这样子的行为其实是非常夸张的，就是消防员平常就要负责处理救灾救护的工作了，又要动员消防员去参加相关的这个市府活动，我认为是完全是在浪费我们的国家的救灾资源以及公共安全。民政局强调，国庆典礼是重大庆典，邀请消防搜救队领唱国歌。各找消防员担任护旗人员，接受全体市民公开表示敬意，是采用自愿的方式，也会招义消做伙参与。那个自愿报名，所以至于说同仁他报名的人数是多少，我们目前还在统计中。那如果说那个消防志工的那个报名人数比较多的话，其实针对启用上面，我们在想应该是不会有影响的。消防局表示，这60位护旗人员会以义消为主，袂影响到消防日常勤务。未来也按算逐年增加人力，互消防人口服务比会达到1比1000的目标。记者台中报道。进口卵的产地表示，争议佮继续的摊烧，亲像茶米卵这加工卵是安怎标示咧？卫生福利部部长施瑞元早起伫立法院表示讲，未来半冬会开始来试办辅导4大超商业者，针对茶米卵、卤卵这加工过的产品要求讲嘛爱标示鸡卵的原产地，若属标示无老实，上当是会当罚400万。不少人会买地叶卵做早顿，不过过去业者大部分无标示鸡卵产地，为确保消费者低价选择的权益，卫福部宣布，为9月1日开始，为期6个月，针对地叶卵、卤卵者有2型的实际转型线装卵的制品，试办鸡卵原产地标示。目前各大4大超商、8大通路拢表示愿意配合。实质转型就可以以这个加工地为它的产地，所以理论上来讲，它是可以标示为台湾蛋。小组进一步说明，产品标示字体大小长宽明比0.4公分较细，业者会用卡片、徛牌啊，或者是插牌这方式来标示。试办期间爱符合食安法的规定，若标示无实在，相当应罚400万。买任何东西，只要有标示的话，我们都会觉得比较心安一点。正式上路以后，当然就是应标未标，
就是罚3到300万。如果有标示不实，就4到400万。小数强调试办期间的标示爱甲事实相符合。若是这转型无主席2品来源有2个，比如台湾6粒、巴西4粒，都爱照比例标示。台湾、巴西了也辅导业者将台湾甲巴西的2分点标示，方便民众来分辨。记者综合报道。再来关心台南天9日的疫情，各个团烧，昨新增加408例，创1日的新高。目前伫台南负责指挥防疫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是表示讲，这礼拜是疫情的高峰哦。也毋过伫拜1、拜2，炭病网的指数已经开始降低咯。中秋连假了后，疫情应该会转好。天9日防疫人员爬上推青天到要排毒排水的油山，另外一方面，防疫人员也对户外加强化学防治。台南天9日防疫大家是做伙动员起来，不过民众也讲，这卫生局执行化学防治了后，却出现青份人对厝内面翕相也无穿公布假出示证件，烦恼是诈骗集团要来探路草。你无百姓，你嘛迄落迄个名牌嘛，哎啊爱家的啊，你会造成人看了讲，啊你是要来就要创要做贼呢？人看了讲，啊你是要来就要创要做贼呢？民众报警察相关单位赶紧出来保护，防止讲是青份人的是公诉李干事，伊出国巡查日后也会加强教育训练。基本上，其实不管是李干事或者是防疫的，我想同仁还是要带有识别证，或者是穿着公所的背心，那个表达他的身份。台南天9日病例26增加408例，创下1日新高，而且预估这累积病例数会超过1万例。去到台南的疾管署副署长罗一军评估，这礼拜疫情来到上高峰，按算后礼拜会降落来。目前看起来就是说是以这个像南区、还有北区、中西区等等这些本来的次级热区病例上升的速度比较快。那所以目前这一周的作战目标就是要这个保全战果上周好不容易反转，那我们会维持这个防治的力道然后加强稽查一些这个社区当中的这个隐藏的滋生源，特别是屋后的天沟，希望能够在中秋连假前后把这个病例数再度压制另外，针对着一直转药引起民众埋怨，市政府也宣布对29开始变做是转一届药了后，会继续来清除这生网的来源，加做主要手段。若准生网来源伫咧清除过程，又搁发现炭病网，也是用水淹的方式来抬网。记者综合报道。昨新冠 XBB.1.5 的莫德纳疫苗开放65岁以上的高风险族群开始注。疾管署嘛公布讲，今年公费流感疫苗对10月初2开始会当分2阶段注，嘛分3阶段要来开放65岁以上的民众注肺炎链球菌的疫苗。也毋过有基层医师就讲，最近实在是上过无用咯。除了爱帮民众注疫苗，佮爱传资料、发礼券所以未少诊所拢退出咯。疾管署陆续提供3大疫苗予民众来注，包含9月2日开始新冠疫苗，10月初2公费流感疫苗分2阶段开始注，同时也分3阶段开放65岁以上民众注肺炎链球菌疫苗。像流感会分2个期程嘛，大家都知道，就是10月2号开始，流感疫苗就是会开放，除了50到64岁之间的这个非高风险的这个一般健康人士在11月2号打，其他都是在10月2号打。那肺炎链球菌疫苗的部分有分3个阶段。疾管署表示，3种疫苗应同时分开无同款部位来注，共手菌2针建议离至少2.5公分，或者是隔任何时间来注。不过有第一线医师形容这是上混乱注疫苗的作业，不止行政定数真麻烦，爱为民众注疫苗，爱个发礼款加上传资料。还要我们登录，还要我们发礼券，还有什么发快筛试剂，还要什么每天跟他报告还剩多少，什么礼券剩多少，什么疫苗剩多少，很多诊所都想不愿意打了。建议他们就是跟他们的系统跟我们的这个所谓的我们的疫苗的接种系统来做借鉴，那个就会比较方便。疾管署表示，发礼款甲卫教品是鼓励民众应赶紧来注。曾经常建议民众，伫11月至7日前，先注流感甲新冠疫苗符合对象的人，伫11月至7日后，各注一剂肺炎链球菌疫苗。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时代力量的立委陈昭华指控国内的三立集团透过无共公司投资，实际控制系统业者中嘉所有的股权27%，违反当初核准中嘉交易案的相关条款。今仔是到 NCC 去检举，要求 NCC 爱彻查，嘛要求主委陈耀祥落台。没有据实的申报股权转让，已经严重的违法。这些铁铮铮的事实，我要请 NCC 主委陈耀祥还有其他委员不要再护航。NCC 派出代表接受检举批，针对陈昭华的指控，陈耀祥之前伫立法院备询的时回应是表示讲，依照有线广播电视法规定，NCC 是管袂到中嘉上顶层的股东，这股东的股权移转是无需要申报，嘛无违法，所以外界的质疑讲，三立集团就是用人头来投资，中嘉集团是强调讲，因拢有按照规定执行，嘛有定期报主管机关。再来看社会发展部部长唐登峰早起伫立法院做业务报告，有立委是质疑讲，社会部成立一档一个月，网络民调显示讲有超过80%的民众对社会部的表现并无满意，嘛因为早起案件数量是增加到真惊人所以立委嘛呼吁社会部应该爱对源头来管理，降低诈骗发生的几率。社会发展部长唐峰早起到立法院进行业务报告。不过，外界伫咧关心的是，屏东民雄大火造成4位消防员不幸死亡，消防署今年的预算只敢29亿，加社会部211亿是未比的。对此，唐峰也做回应。我们年度预算并完全没有200亿我们目前编的年度预算里面也有相当多是协助其他跨部会，包含安全的资料交换，以及提供稳定的宽频，特别是救灾救难相关的，包含灾难漫游等等给消防的朋友们。针对网络诈骗案件最近常常发生，社会部讲已经开发防诈雷达，主动扫描出可疑的诈骗电商商品或者是口罩，累计已经扫描超过42万次，侦测出17000笔有高风险的。经过整理将这风险清单，提供给电商平台人工审查了，进行预防性下架。不过，立委质疑，社会部成立1年1个月，网络的民调显示，81%的民众对社会部的表现不满意。去年发生29000多件诈骗，但是今年到8月已经2万多件。台湾变成诈骗王国，检察官现在讲说集体怒吼，我们源头如果没有管理的话，诈骗量只会越来越多。防患于未然。我们在打诈是分源头跟用动到司法，大概是比较末端的。我们速产署跟他们是非常紧密在接。针对诈骗案件增加，立委呼吁社会单位应该自源头管理，降低发生的机会。另外，社会部的报告内面也讲，为了要让 AI 技术应用在各产业的领域，将会就 AI 人才培育、AI 技术前景、AI 产业的发展，也个 AI 评测甲验证4大方向来说，估计2023年会当为产业拓展商机带来100亿的产值，应用案例超过50件。记者综合报道。成立68党的原子能委员会，今仔正式改制做核能安全委员会，直接互行政院管对原本的2级机关变做是3级机关。头一任的主委是学者陈东阳，早起核安会正式挂牌成立，针对防降级。主委是强调讲，能源经费无变，嘛袂影响到原本的核子安全、辐射安全的管制。行政院长陈建仁、副院长郑文灿甲首任核能安全委员会主委陈东阳做伙由红色布条见证核安会成立。核能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经过68年，原子能委员会功成身退，为2级降成3级机关。院长陈建仁致辞时阵表示，专业无改变，主委陈东阳嘛强调，能源经费拢无改变。未来若讲有问题，会请政委、政院来协调。外界嘛质疑的声音，烦恼降级了后，可能会管袂掉台电。核安会强调，依法管制无问题。我们有相关的这个核能的管制的法律，那么我们是依法来独立行使这方面的核能安全的管制。
林内捌争取原能会变成一级机关的前主委蔡春红表示，迄时阵无成功，最后降为3级是国父理奖之事。面对未来小型核电厂 SMR 甚至核融合的发展，降级的核安会敢有法度应用国际趋势呢？伊认为组织的规模甲国家能源政策联动。小能源正在调整，继续使用，考虑继续使用核能的话，那我想这个部分的工作就会越来越重。首任主委陈东雄接下应信表示责任重大，会扮演好独立管制机关的角色。面对最近台电甲新北市政府再度为敢要定送水保计划争执，造成干式储存设施卡关，伊表示上任了后会去厘清问题，督促台电甲地方政府协调。记者林俊文、曾志成台北报道。中央大学发布9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 CCI， 总指数是66.73点哦，是降0.78点。6项分项的指标全部拢退步，显示讲民众对物价嘛阁真无信心哦。学者嘛提醒讲，虽然民众目前消费的状况是袂歹，也毋过咱国的出口是阁继续的衰退，着爱特别注意。国内今年1月至7月平均 CPI 年增率比去年同期起2.26%，8月阁因为油起价、风台天气等等的因素，互 CPI 回升超过2%的几率大大增加，影响国内消费的信心。中央大学公布上新消费者信心指数是66.73点，6项分项的指标包括物价水准、家庭经济状况、国内经济景气、就业机会、投资股市的时机、买耐久性再回时机，全部拢降低，显示民众对物价信心要是增加。我们出口衰退的时间拉得越长，好，那对我们制造业的这个冲击就会越大。无薪假或者裁员的人数已经开始在增加。那这个部分呢，在未来在第3季、第4季，它可能会慢慢的影响到一些家庭的所得，消费能力就会开始受到一些影响。学者表示，虽然民众对目前消费还有一寡热度，不过绝对袂当无要以出口衰退带来的影响，要持续伫形成。因为美国4大指数拜二全面收乌，台股早盘开价了后，市场买气转观察，指数跌到63点，落到16212点。目前大盘较无落遐济啊。中央大学的调查发现讲，伫未来半年投资股票的时机是44.9点，虽然敢若比顶个月降0.6点，不过为长期的趋势来看，已经连续第64个月偏向较悲观。净回数分别是7月46亿，8月是58亿。所以感觉上外资的动向对台股已经偏保守。近期我们可以看到16000到17000中间呢盘整，也是因为我们的量能呢逐月下降，量能的不足，那指数要上攻也很困难。学者提醒，在美债殖利率加美金起价情形之下，互台币的利差愈来愈大。致使最近外资大规模撤离，除非下半年国内出口的动能慢慢恢复，外资回头。国内股市才有阁爬起来的机会。记者综合报道。台积电美国厂设厂的进度落后，要到2025年才会当开始大量生产4奈米的晶片。也毋过顶礼拜，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长霍布斯来台湾，嘛是阁邀请台积电去设封装厂。外界是指出讲，封装厂的利润是比晶片代工阁较低。也毋过台积电是表示讲，先进的封装厂无了钱的问题，目前嘛无排除任何设厂的可能性。台积电到美国亚利桑那州设厂，除了受限伫美国的晶片法，也有麻烦的找人的问题，因甲当地工会一直无法度达成共识。正当台积电进退两难的时阵，顶礼拜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州长霍布斯来台湾，邀请台积电到当地设先进的封装厂，对台积电美国厂搁投一个震撼弹。在美国现在目前提出这样的一个条件之后，那么似乎是也可以当作是台积电呢，也可以跟美国来进行协商谈判，解决目前所遇到的劳工的一些问题。回看台积电美国厂，正是伫去年8月初，美国政府伫咧送晶片法案了，互台积电设新厂。同年的12月，台积电也搁办第一批机器到厂典礼。今年7月，台积电宣布4奈米量产的时间延到2025年。8月，先是亚利桑那州当地工会反对台积电引入新世纪外劳。
所以，连美国工会也要求众议员阻挡台积电员工到美国的工作签证。工会也伫三亚州的州长霍布斯承诺讲，会确保台积电所需要的技术能力。严格专家认为，台积电美国厂原本获利的空间就无大，再加上设封装厂利润是更加低，债务压力会真大。整个的一个毛利率大概就已经接近0到5个百分点，如果再加上营业费用的话，其实亚利桑那州的先进封测就一定是赔钱的状况。所以台积电真的要将先进封测移到亚利桑那州的厂，一定要非常的审慎的思考。专家认为，台积电美国厂投入的资金是超过400亿美金，建议台积电适时打东亚看情形停损，等到3、4奈米的厂起好了，再个考虑封装厂设置。台积电是回应讲，有关先进封装厂无亏损的问题，无排除任何可能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伊拉克北部的尼尼微省昨暗传出一场婚礼发生火灾，造成113人死亡，150人受伤。当地媒体报道指出讲，新郎甲新娘恐惊已经不幸过往了。起火原因据调查，有可能是放烟火造成的。对画面会当看到婚礼现场是烧甲乌麻麻，场地只剩铁骨哦。消防单位指出讲，建筑物的外口装潢拢是搞灯火烧的材质。火一烧都未收煞，天棚是烧甲放气。伊拉克政府嘛派出医疗救护的团队去现场抢救，死伤的人数恐惊会阁继续增加。再来看朝鲜半岛的局势，受到北韩继续试射飞弹的威胁，目前是阁非常的紧张。南韩昨20天又阁举办一个大阅兵。南韩总统尹锡悦除了强调甲美国的军事关系，即嘛是愈巴咯，嘛警告北韩唔通使用核武。伫咧甲北韩关系恶化时阵，如果为着要纪念建军75周年，南韩2日举行自2013年了第一遍的阅兵大典。全长2公里的阅兵队伍，总共动员4600位韩国的士兵。并且由300多位美国作战部队陪同，经过首尔的主要商业区加光化门地区。南韩自1998年开始，若拄到5或者是10个周年年份，将会动员兵力加武器办国军力的阅兵仪式。前总统文在寅主政的时阵，两韩关系有较缓和，南韩也停办阅兵活动，只敢以庆典的形式来纪念建军节。因为这边出动大量的武器装备列队游过，包括自主研发会当打击北韩的核武导弹，也有自走炮等尖端的武器军备，展现军事实力安定民生，甲威胁北韩的目的真明显。南韩总统尹锡悦第一遍甲市民这边参加阅兵典礼，除了肯定韩美军事关系更加进一步，也警告北韩唔通随便动用核武。那么，平壤的金正恩政权将会被终结。另外，中日韩3个外交官员伫咧首尔举行的高官会议达成共识，2004年无召开的3国峰会，将会伫咧3方面2方面的时阵赶紧召开。因为外界认为，伫咧美日韩加强结盟的时阵，推动重新启动中日韩3国峰会，是日本甲韩国作为美国盟友，想要稳定甲北京关系的动作。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来看加拿大国会下议院的议长罗塔进前伫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的面头前，学了一个第二战时期帮德国纳粹烧阵的乌克兰的老兵哦。这个政治风波佮继续的传烧，议长罗塔昨已经辞职了。I must step down as your speaker. I reiterate my profound regret for my error in recognizing an individual in the House.During the joint address to Parliament of President Zelensky. 虽然前一天公开伫咧议场会室里，不过阻碍俄罗乌克兰的纳粹老兵的代志是也未停来。加拿大国会下议院议长罗塔，2日伫咧甲党内领袖会晤了宣布辞职。
总理杜鲁道几天前一个媒体进前也讲，规件代志和加拿大国会甲所有加拿大人拢真无面子。外交部长张美兰也讲，这种错误是无法度接受。Obviously, it's extremely upsetting that this happened. The speaker has acknowledged his mistake and has apologized. But this is something that is deeply embarrassing to the Parliament of Canada and, by extension, to all Canadians. 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日伫咧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讲，罗塔邀请一位已经96岁加拿大乌克兰的老兵洪卡出席，甲大家介绍讲洪卡不为乌克兰独立来对抗俄罗斯，俄罗伊是乌克兰的英雄，也是加拿大的英雄。全场两边徛起来拍鼓来鼓励。根据犹太人权组织西蒙维森塔尔自由中心指出，洪卡伊是伫纳粹德国亲卫队第14武装集团兵师。这支部队被指控杀害波兰甲犹太民众，和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是犯罪组织。波兰教育部长切内克讲，已经采取措施要引导洪卡。俄罗斯也趁这个机会敲击加拿大。俄罗斯驻加拿大大使馆讲，这件代志将会永远留伫咧史册。加拿大人应该想看卖咧，因为领导人伫咧俄罗斯人，因伫乌克兰所支持的，如果是一个什么款的政权？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过来消息来看，宜兰县消防局一个细寮队员参加新北市举办的高级救护技术员的训练哦，和一个女队员各心死了。消防局是表示，因为已经开始司法侦办咯，所以因得暂停心死了的调查。也毋过这个被害者不满，佮向社会处申诉。社会处的调查委员会是认定讲心死了成立。各提帮到宜兰县消防局门口抗议，时代力量批评宜兰县消防局长应该马上落台。性平杀手徐松义，性平杀手徐松义。但是原因是宜兰县消防局细寮队员参加新北市办的高级救护技术员训练，和女队员申诉过提告性骚扰。消防局因为女队员已经提告相关调查，按过女队员不服，向社会处过申诉。社会处调查委员会认定性骚扰成立。宜兰县消防局处理这代志无伫第时间调查，互人批评。问一下我们的消防局长徐松义，你是怎么管我们消防局的？让我们的这些性骚事件一再的发生。发生之后却置之不理。宜兰县政府消防局的行政怠慢行政怠惰其实让我们非常的不解，让人令人费解。消防局不管受访，局长电话也无接。执法新闻局表示，对发生性骚扰事件感到遗憾，已经将细寮队员停训调回，将定数开考级委员会审议来处罚的代志。所以当时我们其实是有建议这个主管机关如果今天他是公务机关，他有这个违反相关的这个性别文化平等法里面的内容，他不应该只是透过当事人去做这个相关的申诉。宜兰县消防局一直表示，性骚扰案拢被质疑，无及时处理，甚至有受害者被逼辞职。消防工作环境促进会表示，为宜兰这一件性骚扰案，因看到公务机关伫性平三法的认知并无这么熟悉，应该爱修法，和公部门甲事务门共款。那性平处置违反性别工作平等法的内容，爱处罚，将和公部门合法处理性平案件。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桃园机场伫4月查到旅客对泰国来台湾伫行李内底偷藏毒品入关哦。经过3个月追查，嘛伫工业区掠到一个制毒的工厂，嫌犯是家己学制毒，佮甲毒品卖互真侪少年人，赚超过4000万。赌场藏真侪毒品，添加剂、做毒的机器、甲毒品分装的器具等等的证物。航警局甲台北关4月份查到旅客为泰国用托运行李藏毒来台湾。经过3个月持续追查，查到以姓陈的嫌犯带头，藏伫新北市工业区做毒的工厂。当场查扣第3级毒品1粒棉，商品约5万粒，毒咖啡包有422包，还有真侪粗批、原料、做毒的机器，还有分装的器具等等的证物。查扣的毒品咖啡包包含1粒棉，它的外包装加注时事的一些美观的包装，包含说特定的商标等等。那让青少年认为说这个是一个流行的产品。警方调查发现讲，这个姓陈的嫌犯高中毕业，伫做木工，不过煞家己学做毒，以真水的包装来骗少年人做非法的交易，不法所得超过4000万，出入拢驶高级车。
伫高雄嘛查到做毒的工厂，藏伫南地公园内底。警方调查发现讲，一个姓陈的查甫人透过网络，知影感冒药啊、甲鼻炎药啊内底有模红素的成分，会当过制作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甲姓陈还有姓涂的查甫人，伫台南、高雄等等的药房买20万粒的药啊，3月初开始提炼甲制作。现场发现安非他命制造工厂1座，嫌犯3名，成品、半成品及制毒工具1批，全案移送桥头地检署侦办。警方讲，嫌犯为着袂互知影，甲要闪过调查，挑工甲做毒的工厂，藏伫真罕的有人行骹到南地公园的铁厝内底，伫遐有树啊、有溪流，较袂互发现。因还阁按围墙甲监视器来监控。伫做毒的期间，要把失去控制，发生火灾，毋敢通报，家己冒险拍火，致使造成部分的器具毁损。记者综合报道。今年3月初，统计讲各地公路客运业者向公路局计共是提出99条终止营业的路线，是最近10年来上侪一届哦。公路局表示讲，会一条一条路线来进行审议，若是有会当替代的路线，核准了后，就公告来停驶哦。若是无替代的方案，会要求业者至少爱经营到今年底。透早到云林大溪客运的西里站，单车的所在空，时间表点悬的房厝，差不多拢久等到1点钟以上。往未了或者是后尾方向，一天只剩一班车。阮足无方便的。安怎讲？毋是啦，就算是我老伙也要坐车啊。多迄时间爱提早起，人上班，多袂拄好，所以较无方便。即摆拢无啥物人坐车了。高龄化甲少数化，好侪人每年落车，票箱的收入是直落。客运驾驶阁欠人，业者是真歹过。今年初，全国各地公路客运业者总共提出99条，希望终止营运路线。路线主要集中伫桃园、新竹、苗栗甲云林地区。公路局表示，停止的路线爱经过主管机关审核，目前会请业者来继续营运到今年底。我们是针对车公里搭乘人数不到10人的部分，我们规划幸福小黄或幸福巴士。公路局表示，会开审查会议，然后替代路线会允准业者公告了后停止营运。公路局因为服务在地民众去看医生、读册甲上班者基本通行需求，会继续补贴部分了解路线，也规划偏乡的家庭车用有优税来补助公共运输的缺口。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山医学大学附设病院统计，全台湾大约有1/3的人口拢有慢性的痛痛，有2%，大约是50万人是无法度正常生活。最近病院就推出利用高端的神经调控来改善痛痛，咱做伙来了解。黄小姐是脑性麻痹患者，颔胫骨因为会喘无正常，转生骨刺去对着神经。10年来，因为这款慢性痛痛，互伊要靠无目屎。脖子比之前更痛了，要吃一般止痛药都没办法，再吃那种长效型的止痛药。若50岁陈先生脚脊骨受伤，会半身半碎，因为久长来伤脚会痛，都爱食药来止痛。不过这一食落20天过啊，效果煞是愈来愈歹。就是止痛的那个时间很短，可能我1-2小时就要再吃1颗，那这样子几乎一天都要吃10几颗。中国医药大学附设病院表示，亲像这款慢性痛痛的患者，全台湾就占1/3的人口，其中50万人因为长期慢性痛影响到生活甲工课。根据临床的经验，慢性痛甲神经痛的比例占上悬，大部分是外力或者是做过手术等等原因造成的。除了食药控制，即马阁会当靠高端神经调控治疗来减少痛痛。电流的刺激改变神经疼痛的电位，或是药物去控制这个疼痛的传导到我们的中枢神经，降低它的疼痛程度，或是透过一些电流改变产生的一些奇怪的感觉，但是这奇怪的感觉是可以盖住它的疼痛感。医师表示，食药啊，有抗药性，佮有副作用。比较起来，这款疗法是用小块电流刺激脚脊骨中枢，佮有周边的神经，改变感应痛痛的标准，来减少痛的感受。这效果是好10倍到1000倍。因为是甲痛的感受减少，毋是完全治疗，袂去破坏神经系统。记者林建生、王良涛台中报道。来看台东县的富山企业资源保护区最近因为风台大雨，所以水是真落。
至今嘛发现讲3当前服药的101粒好包药，即嘛只剩47粒咯。至今是质疑讲是天江的三湾滨海度假村，因的水土保持无够继续做，造成风台落雨的时，土石流拢冲入来保育区。原本生态丰富的大东后山渔业资源保护区核心区，即马水是落，看无生物。山后岛的海草溪也消失，伫保护区凊彩一扣，拢会扣到死去的贝类。野生的保育五角贝也大量死亡，海沙堡无沙正做土。保育志工讲，风台过后大量的土石流冲击保育区，正做生态杀手。有差不多我知影有5种的海草拢总无强，迄个车基贝嘛拢完全拢死亡。保育志工即期海内土石是天江当中的三湾将路滨海度假村，无继续做水土保持，风台大雨一来，土石流造成渔业保护区生态消失。关护农业处也证实，3年前伫保护区捕获101条五角贝，即马只剩47粒。志工扣上的4万五角贝，拢看到互真济土砍掉的痕迹。它这附着，这都是原本的藻类，它整个被那一个我们的这个土石的那个掩盖住，存活的数量剩下47颗了。那最主要其实是包括泥沙带来的土石流的淹没。官府表示，三湾藏路滨海度假村因为通过环境差异审查了后继续开发，这几年拢咧做水土保持工程，也真侪摆互官府以无合规定开发，即马个咧申请工期展延。官府强调会要求业者做好水土保持，避免土石流过流入保护区，也个协助保育保护区的生态。记者综合报道。明年2024年的台湾灯会是让16档后，搁再伫台南市举办哦。台南市政府开会灯制作营队，和市内50间学校的老师佮同学同齐去学做会灯哦。望讲互明年元宵节的灯会会灯哦，会当愈精彩，佮愈有特色。五花十色的花灯，各种无同款的造型，真古锥。台南市府为着明年要主办的台湾灯会，开设花灯制作研习营。由专业的花灯团队来甲台南市内要到50间学校的师生指导，对要安怎做骨架、要安怎牵线路，到实际呈现创意，做出真有特色的花灯，一步一步来传授手艺。第一次体验做大型灯笼，觉得很有趣，然后看到那些技艺师傅的手艺很高超嘛，然后就学到很多。做这个灯笼有点像是生活科技课。然后希望作品完成之后可以展出在会场，让大家都看见。透过参加研习营，一寡师生志工再个转去学校来教大家变怎做花灯，希望伫咧明年台南市的台湾灯会会当呈现出愈精彩香目的花灯。这些队伍呢，将成为每个学校的一个种子教师队伍。他们将这5天的一个成品带回去学校了以后呢，一方面做展览。一方面呢，也把这5天他们所学到的一些花灯制作的技术呢，转达给我们的学生，还有我们的家长。台南市已经让16档要去主办台湾灯会，规划2个灯区伫咧高铁站甲安平，结合台南在地月灯港灯节、龙架空山节甲新农街灯会等等一系列的活动，希望会当搁再带动一波观光，让大家看到台南的水。记者综合报道。体育新闻来看，咱国伫美国大联盟选手张玉成昨转来台湾咯，有几啊载球迷去机场接机。张玉成是讲新的球季，伊的目标是希望继续留伫美国大联盟发展咯。也毋过，嘛会来考虑讲转来亚洲，还是讲中华职棒继续攻球。我希望可以留在美国啊，但其实也不排斥各个大联盟啊。对啊，不管是亚洲啊哪里，其实都不排斥啊，看大家的诚意在哪里，所以我就往哪里走。但第一目标应该就是美国。张玉成讲哦，伊今年受伤真严重，过程是真辛苦，也毋过伊会准备好势，继续面对未来比赛。伊嘛强调讲，伫比赛中小龙哦，伊的脑震动即马是已经完全好了。等来台湾了后，伊10月底就会开始来做训练。
来看美国的科学家伫夏威夷西北边的深海发现亲像有2类大大鱼仔的塔壳。另外有一种保尔森菇是六种北美绿菇中上大型的一种一直要绝种咯。美国野生动物的官员甲民间团体合作，长个呼吁，嘛准备要野放咯。咱做伙来看卖。画面内底，这只白色肥嫩两面鱼仔大类，目睭圆练练。这只深海雨伞石鸡，科学家拢感觉真罕见。这个月13，利用遥控潜水器，伫夏威夷西北边的国家海洋保护区观测深海活动的时阵，伫水底1682公尺深的所在，发现一只雨伞石鸡。伊用2面鱼仔伫沙顶动，雨伞石鸡的表面是真金骨，伫伊分尸后壁的鳍盘小可会发光，会当射一寡细只带壳的动物活进，而且伊分尸的时会当甲这个肉物粘掉咧。还可以根据光线的折射转换伊的色水，有当时是白色的，或者是柑仔色。去互网友讲，真正看到有够水。另外，美国新墨西哥州顶一日有一场野放的活动，是要来野放温室大理石龟。因成功服用23只大只的绿龟，也佫有几啊十只细只的龟。这个野放其中的20多只温室大理石龟，是6种北美绿龟当中上介大只的一种。据了解，因为人类会掠野生的龟来制作食食，或者是把因当作动物伴，而且这野生的龟因的栖地，互人类变作是农地，影响因的生存。为着要救这个强要断种的物种，美国野生动物官员甲媒体人，他着透纳所建立的濒危物种基金会达成协议，会伫新墨西哥州的中部野放更较侪温室大理石龟。We are not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pets. We are in the business of making wild animals, and that means you have to let them go. 专家表示，气候的变迁致使生态发展重新洗牌。对绿龟来讲，即卖美国西南部的天气是搁较烧热、搁较干燥，因的栖地嘛当伫刷向北边去。因为安尼，这个保育的计划要找到适合的保育栖地，而且甲因野放，保持自然生态平衡。公司新闻新乐配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4度；中部地区上低30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东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2度。华岛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咱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